西方的强权国家渐渐把亚洲、非洲国家当作是殖民地，摕当地资源甚至炸走真侪分物。不过，这几年呢，这寡国家开始将物件引导登记，而且开始回收咧。荷兰政府伫七十甲当年伫印尼殖民期间所抢出来的这个珍贵文物，正式引导登记啊。七十伫荷兰内顶的荷兰国立民族博物馆，荷兰甲印尼政府完成签约的仪式。荷兰甲印尼伫咧印尼殖民时期抢过来珍贵的文物，正式还予印尼政府。We are really delighted. No, this is a very historical moment for both of us. I think Indonesia and Netherlands,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. 荷兰政府伫咧顶礼拜宣布，甲荷兰甲斯里兰卡殖民时期所抢的文物，当总400多件，献予印尼政府。这个献予印尼的文物内底，包括13世纪雕刻的寺庙石像、珍贵的珠宝，也佫有仿合作是两百岛之宝的黄金制品等等。For example, these statues that are standing behind me, they have a particular role in rituals. So bringing them back, meaning that we would reintegrate them into their cultural context. And that is, of course, of symbolic importance to us. So it's a historical important moment, not only for, I think, the Netherlands and Indonesia, it's also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the world. 荷兰伫西元1602年成立东印度公司，1619年征服雅加达，得到真侪香料、甲贵金属等等的矿产，而且佫甲当地文物抢过来。东印度公司破产了后，1816年由荷兰政府接管。荷兰1942年战输日本了后，退出印尼。日本占领印尼一直到1945年战败。迄一年8月17，印尼宣布独立，不过荷兰是唔承认，使用过度的武力来镇压。一直到1949年12月27，才宣布印尼独立。针对这点，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2020年3月捌亲身访问印尼，当面甲印尼政府会师咧，嘛承认印尼的独立纪念日是8月17。这几年，包括德国、法国、甲比利时等等的国家，拢已经渐渐甲印尼伫咧东非殖民时期所抢的文物献予印尼，嘛对过去殖民的行为做反省甲赔礼。公视新闻，景元庆编译。